有真侪地号名、站名，无论是台语或者是客语广播时阵，常常出现无照地方的腔口，也是讲唔对情形。最近监察院传出讲要研究一套这发音的建本含纠正审查机制，引起外界议论。就台语团体是希望讲政府就爱尊重，也爱保留地方多元的腔口差。也有学者指出讲呢，教育部进前就捌做过台湾地名的本土语言发音调查，那通运用现有的资源，这是上介好的。最近监察院传出讲，为着要让大众运输业者在报本土语言的站名、广播等等，避免讲唔对，打算研究一套建本含声音机制。实际上，2019年教育部早就委托台大地理系做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。因为研究团队实践去到各地调查，嘛请专家来审查确定发音。嘛参与过声音的学者认为，若是政府有影要建立声音机制嘛，应当积极运用现有的学术资源。伫咧使用上，特别是咧地名还是人名的时阵呢，一定是爱尊重迄个腔口无问题。所以唔免特别统一，而且无共腔口，唔是无共语言，无共腔口的人，讲无共腔口，共一个语言人，也是会当沟通的。另外，有无语团体嘛指出讲，大众运输在用本土语言报站名、地名的时，侪拢无照地方的腔口，甚至嘛有讲唔对的情形。这个问题已经几若年了，若阵政府有要重视这件代志，因呼吁地名除了爱尊重地方的讲法，嘛强调地号名的文书价值。比如讲罗东咱感觉是什么所在的东边，其实唔是，伊是就是讲白毛话的罗东，伊是这个旧的意思。所以讲地名有正确的念法，看起来是哪像咱呼一个名尔，但是实际上伊是咱人甲咱土地真重要的一个连接。针对这套建本含声音的机制，在维护语言腔口的多元性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。监察院表示，根据监察法第26条，调查定位案件因袂使公开到规个结束了后，才会对外说明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